这路上或许会遇到很多相逢和离别，挣扎与选择，当然也会有巧合和幸运。我会牢牢抓住这些机缘，拼尽全力。韩立陪伴我们走过又一年的春夏秋冬，我们也亲眼见证着韩立从乱星海的万里追逃到生死极境的死中求生，这一路走的是那么的起伏跌宕，但他的那颗向道之心始终未改。所谓元婴以下第一人，说到底也不过是个结丹修士罢了，不如温少主的性命就交与在下如何？今年也诞生了太多名场面，韩立结姻的高燃泪目，心魔劫的种种过往。韦灵跟韩立在天道几乎判了死刑的情况下，为自己杀出一片天，终登绝巅。我们不是韩立，我们人又都是韩立，在红尘中争渡，在世俗中修心。聚散离合，一笑而过，你我皆凡人。修仙路漫漫，凡人亦可攀。扶摇直上9万里，凡心所向一通天。遥祝韩立大道之上，青云万里。我们后会有期。年番收官大吉，期待早日与君重相逢，有更多的道友一路陪伴。希望各位道友继续支持凡人宣传。1愿仙途千岁，2愿道心不变，3愿道友身长健，岁岁恭贺凡人宣传第4季圆满收官。